嗱，佢有肩頸唔舒服咧，等陣先。今日介紹3組動作古法肩頸操，有效可以舒緩你嘅肩頸不適嘅喎。咁我哋一齊做啊！第一組動作係手合實嘅時候，頭微微向下，向外拉嘅時候咧，挺胸，係啦，頭向上，係啦，咁樣重複做20下。好，第二組動作。手握拳頭向下拉，係啦，向下拉嘅時候咧，頭向上，伸高雙手嘅時候咧，頭放鬆，係啦，拉緊，放鬆，拉緊，放鬆，係啦，重複20下。好啦，第三組動作係手合實，頭轉向左邊，係手向反方向拉，係啦，回正，另外一邊。係啦，都係各做20下。係啦，以上嘅動作早晚都可以做，有效舒緩你嘅筋骨。嗱，如果想呢個限時優惠去體驗一個全新筋骨調整咧，留言保養，我將資料發放俾你。